上次介紹嘅台南之旅仲未完㗎，我哋之後轉去高雄，去咗著名嘅小島旗津。我哋當日喺鼓山渡輪站上船，由呢度去旗津只係需要幾分鐘船程，又快又方便。一落船，行幾步就係非常熱鬧嘅旗津老街，好多人都會嚟呢度食海鮮㗎。大大隻嘅魷魚烤到好香，味道唔錯。行完老街，梗係要租返部烈火戰車兜下風先夠型啦。揸住部靚車沿住海邊進發，非常舒服。沿途風景好靚，藍天、白雲、大海，加上綠油油嘅植物，令人身心舒暢。好快就嚟到第一個打卡點——彩虹教堂。呢度有濃濃嘅異國風情，好多遊客嚟影相打卡，亦都係影婚紗相嘅熱門地點。影完一輪，事不宜遲，繼續行程。喺咁靚嘅環境之下衝浪，肯定夠晒爽啦！踩下踩下就嚟到風車公園。呢7座巨型風車原來係風力發電設施，咁好風，放風箏就啱晒啦。之後又係另一個打卡位——星空隧道，一閃一閃嘅燈光，係咪好似星空咁浪漫呢？穿過隧道，海闊天空，喺夕陽時分更加之靚。